稅務調查警世系列之傲慢與貪婪。話說有一間醫療單位喺某個公共屋邨商場經營咗10年，做到街知巷聞，生意越做越旺，求診嘅人一日多過一日，算係打出咗名堂。老闆見到收入穩定，心諗係時候改善下生活啦，於是同太太商量，決定買間夢寐以求嘅豪宅。佢哋攞出1000萬做首期，再向銀行借500萬，分5年還清，每個月供款9萬蚊。搬入新屋嗰陣，兩公婆開心到不得了，邊會諗到噩夢就快開始。去到住入新屋第3年，老闆突然收到稅局寄嚟嘅信，要佢交代過去1年嘅詳細收入開支記錄同埋憑證。因為咁，老闆即刻揾會計師幫手。會計師一問之下先知道，原來成間公司啲賬都係太太一手包辦，報稅都係佢話事，老闆自己就咩都唔知，年年淨係負責簽名。過去7年報出嚟嘅利潤，年年都係幾十萬，根本反映唔到實際嘅生意收入。會計師即刻勸佢唔好再拖，應該主動同稅局講清楚，重做賬目。但太太唔多配合，淨係俾咗一部分資料，啲現金收入就話唔使理，唔關會計師事。聽到佢咁講，會計師真係非常無奈，而稅局當然唔收貨，一封又一封信追住嚟。最後太太竟然選擇唔再經會計師，自己出面直接同稅局講數，仲話自己係高級知識分子，知道點樣做。結果點？稅局按照法例發出一份大額保障性評估稅單，之後又查咗成20幾個月，先至發現原來佢哋背後仲有大量隱藏收入，例如供應商折扣啊、美容轉介費、買藥品收佣、化驗所回佣樣樣齊，就連正正常常做診症嘅收入都報銷咗超過一半。稅局點會手軟？見佢哋又唔合作又拖拉，最後罰到盡，罰佢哋雙倍稅款，埋單接近1000萬先至完結件事。呢件事提醒我哋，無論係企業定係個人，申報正確收入係每個人嘅法律責任。唔好因為貪心或者諗住可以僥倖逃避，最終只會令自己付出更大嘅代價。最緊要同會計師合作，提供真實嘅資料，咁先可以減低損失，唔使承受因為瞞報收入而令到有精神上嘅煎熬。希望今次嘅故事可以警惕大家，記住，如果你有任何稅務問題，隨時可以聯絡我哋，幫助你解決問題，減少損失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唔好錯過更多實用嘅資訊。